現年56歲嘅香港知名女星陳松伶，近日喺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強勢舉行咗陳松伶演唱會香港站。呢場演出門票喺極短時間內被瘋狂搶購一空，現場嘅氣氛異常火爆。為咗全力支持愛妻重返香港舞台，比佢細8歲嘅內地男星老公張鐸親自上陣，化身伴舞與佢大跳貼身熱舞。喺社交媒體流出嘅精彩片段入邊，陳松伶身穿閃亮舞衣，大袖修長美腿，兩人互動畫面極其誘人，恩愛程度羨煞旁人。睇住喺舞台上面又唱又跳，活力四射嘅陳松伶，邊個諗到呢位狀態大勇嘅昔日當家花旦呢？曾經經歷過常人難以想象嘅坎坷半生。回望陳松伶嘅演藝之路，絕對稱得上係年少成名。1985年，年僅15歲嘅佢，憑藉個人天賦參加咗經典電視節目《歡樂今宵》舉辦嘅模仿葉倩文大賽，一舉奪魁，並正式踏入娛樂圈。而真正俾佢紅遍大街小巷嘅，係1989年播出嘅經典劇集《天涯歌女》，唔單止演技備受肯定，其演唱嘅同名原聲唱片更係創下驚人嘅600金銷量紀錄。陳松伶憑藉清純甜美嘅形象同埋紮實唱功，成為無數觀眾心目中無可替代嘅白月光。然而事業如日中天之時，佢嘅原生家庭卻爆發咗嚴重危機。當時年少成名嘅佢依然渴望兼顧學業，堅持要完成大學課程。但係呢個同家人希望佢全力賺錢養家嘅期望背道而馳，雙方因觀念分歧爆發咗激烈衝突同深深誤會，一氣之下導致佢同屋企人長達20年不相往來，骨肉分離，成為長久忍痛。除咗親情缺失，喺事業打拼道路上，佢都遭遇致命打擊。佢曾經將全副身家交託俾信任嘅長期工作夥伴，最終慘遭背叛，反目成仇，一度陷入人財兩空嘅絕望境地。喺人生最低谷嘅時候呢，佢遇到咗生命中嘅救贖，內地演員張鐸。不過老天對佢嘅考驗並未結束。2005年，陳松伶不幸患上嚴重嘅卵巢囊腫，直接影響咗生育能力。為咗擁有完整家庭，夫妻兩個曾經遠赴美國嘗試雪卵，隨後又多次進行人工受孕。喺失敗打擊之下，甚至認真考慮過尋找代母。睇住妻子為生孩子身心俱疲，承受巨大痛苦，深愛佢嘅張鐸最終做出艱難決定，主動放棄生育。佢唔希望太太再為此受半點委屈。雖然丈夫深情，但係喺傳統家庭環境中，不孕始終係一根刺。早前陳松伶曾經同婆婆參加內地綜藝節目，畫面中觀眾睇到婆婆對佢態度冷淡，甚至喺生活細節上不斷挑剔。呢一段片段喺社交媒體就引發大波，網友紛紛為陳松伶抱不平，認為佢咁犀利，居然仲要受婆婆蝦。有人指出，好大程度係因為陳松伶未能生育，導致抱孫願望落空。面對外界紛擾同生育非議，陳松伶展現出極高修養。隨住時間推移，佢同婆婆最終迎嚟咗大和解。對於生育話題，陳松伶喺社交媒體留下擲地有聲嘅霸氣金句，直言自己從來唔覺得女性人生嘅意義在於生育。呢句說話唔單止係對自身境遇嘅釋懷，更係對被傳統觀念綁架女性嘅有力聲援。如今56歲嘅佢喺丈夫寵愛下越活越年輕，雖然體態略顯發福，但係從容自信依然耀眼。歷經半生風雨，佢終於迎來咗歲月靜好。